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，其不痛哉？每览昔人心感之由，若何遗弃？未尝不灵闻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，故之以死生为虚诞，其彭殇为妄作。儿臣知罪。”永琪8岁的时候，熟读《兰亭集序》，3遍已能流利成诵。而你呢，朕督着你诵了10遍，你还是如此疙瘩。儿臣错了，一定会勤加诵读。永琪啊，你觉得你五哥如何？五哥很好，五哥常给儿臣讲书，也教儿臣射箭。永琪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，已经可以连射9箭中靶心了。儿臣只能射中5箭。哎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也不知道哄骗朕，说你自己能射中，反正朕也没看见。儿臣不会就是不会，说谎总是要露馅儿的。你这孩子资质不佳，但品性好。要知道，不说谎才是最大的美德。是。好，接着背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？每览昔人心感之由，若何遗弃？未尝不灵闻嗟悼。”娘娘，把于妃和颖妃送回去了。如今这样的形势，2位娘娘还常到宫里来陪您坐坐，他们对娘娘真的是不错。是啊，皇后娘娘。儿臣请皇后娘安。微臣凌云彻请皇后娘娘安。来，用过膳了吗？在皇阿玛那儿用过了。皇上对12阿哥是极好的，请皇后娘娘放心。凌云彻，多谢你往来相送。微臣把12阿哥送回来了，微臣先行告退。林侍卫，把糕点留下。是。皇额娘，今日膳后的糕点有白玉双方糕，儿子记得皇额娘喜欢，留给皇额娘吃。真是好孩子，知道心疼额娘了。好吃。你皇阿玛问了你学业，还问了你什么呀？皇阿玛问五哥好不好，还常夸五哥比我好。皇额娘，五哥真的比儿子好吗？不是。你有你的好，五哥有五哥的好。只是你身在皇家，又是嫡子，你皇阿玛自然对你的期望要高一些。这也是你作为嫡子必定要承受的。但是皇额娘只希望你品行端正，一生都平安顺遂。所以，如若以后你皇阿玛再说五哥比你好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也不用事事都和你五哥去比较。那皇额娘也是很喜欢五哥的，皇阿玛也喜欢。是啊，五哥从小的时候就养在皇额娘身边，跟你的同胞兄弟一样啊。可是五哥如今来的少了呢。五哥大了，忙了。行了，你该去睡觉了。是。那儿臣告退。娘娘，五阿哥最近是少来了呢。虽然东西照常送来，但是明哲保身是宫中的生存之道，永琪也不必为了我招惹是非。今天宫中很热闹，仿佛记得
是什么日子？是15阿哥的满月，你也安排过送了贺礼过去了。自从令娘娘协理六宫，人人奉承，就连宝月楼的荣娘娘都比不上。皇额娘那儿就更是……五爷，咱们有好久没有去翊坤宫给皇后娘娘请安了，今儿要不要进去啊？罢了，天色已晚，云娇还在等我回去，今天就不去了。这。贝勒爷怎么才回来？今儿可有些晚了。上午去南苑跑马，再去上书房补了功课，所以晚了。今儿15阿哥满月，福晋一大早就入宫了。贝勒爷去了吗？人虽没去，但礼到了。令妃娘娘刚生了15阿哥，贝勒爷该给些面子才是。面子自然要给足，可我是皇额娘的儿子。话虽这么说，可皇额娘也今非昔比了，贝勒爷也该明哲保身，不是？妾身失言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也是两难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这腿不知怎么的，抽的疼。想是贝勒爷今儿跑马累了，水已经备下了，早些沐浴更衣吧。是冷水吗？是。去吧。爬了这些年，居然被你抓住机会复了妃位，还协理六宫，连皇子也留下了一个，跟我当日看见的那个落魄答应比，真是判若两人了。还不是公主的帮扶，我才有今日吗？况且没有公主，我哪能有今日的永颜呀？不过，这话说回来了，虽然永颜留在我身边，但是我的7公主和9公主，还是一个养在颖妃膝下，一个被送到了寿康宫，打小就没见过我。不像公主和孝贤皇后母女情深，连皇上都另眼相看呢。唉，我额娘去世这么多年，宫中还有多少人记得她？就算如今的皇后无德，可我额娘的德行也都被忘了吧？皇上啊，一直挂念孝贤皇后呢，为她写下无数道诗，无非是无人传抄宣扬而已。不过，总得让世人知晓，今日的皇后与当年的孝贤皇后相比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令娘娘真是心思过人，那就找个不显眼的人去办吧。是。长春宫
还是和孝贤皇后在时一模一样的。皇上还真是长情啊。给令妃娘娘请安。婉嫔无需多礼，论起资历，我还得称呼您一声姐姐呢。不知令妃唤我来，所谓何事？这心里一直有事惦记着，思来想去，宫中唯一托付之人只有婉嫔姐姐了。姐姐坐下说话吧。什么事儿？马上就是孝贤皇后的忌辰了。孝贤皇后过世多年，皇上写了无数悼文，可惜未能整理成册，供奉在孝贤皇后灵前。照理说，这事儿皇后娘娘和于妃便可做，可皇后娘娘避居翊坤宫，于妃也是无心理事，所以唯一托付之人只有婉嫔姐姐了。让我来做？可是我才疏学浅，怕是做不好，不堪令妃重托，我还是先告辞了。为了皇上，姐姐也不愿意吗？姐姐侍奉圣驾多年，一直未得圣宠，当真是白费了一片痴心啊。眼下这事儿，难道不比姐姐风霜相后更得皇上圣心吗？只要将皇上为孝贤皇后写的诗文整理抄录，辑录成册，在皇上宫里和孝贤皇后的灵前各奉一本，既是皇上对孝贤皇后的深情一片，也是后宫嫔妃们对孝贤皇后的尊重，想来便可大为皇上圣心呐。只是……当然了，这事儿啊，托付给旁人也可以。只是姐姐久居深宫，恩宠日薄，妹妹不过是想，这是姐姐的一个大好机会。主儿，这都后半夜了，您歇歇吧。皇上为孝贤皇后做的道事有那么多，我要不抓紧时间就该抄不完了。那也身子要紧啊。哎呀，我难得能为皇上做件事儿，你就别再说话了好吗？我该不专心了，抄到哪儿都忘了。主儿，您要是得了初稿，不如先拿去给和庆公主瞧瞧，毕竟和庆公主是孝贤皇后唯一的女儿。也好，等我抄完了，你拿过去。夏日冬之夜。
真是出自婉嫔的手笔？若非婉娘娘先把这诗集给儿臣看了，也不知她竟有此诚心。前底救人所剩不多，婉娘娘真是有心之人。这婉嫔啊，确实有心。孝贤皇后崩逝多年，虽然长春宫依旧保持着她在时的旧貌，但何该多些人知道孝贤皇后的勤俭自重以及温柔恭顺的德行？她离世那么多年了，终究是朕对不住她。皇阿玛对额娘情深意重，儿臣都记在心里。儿臣想，既然婉娘娘已经把诗集整理成册，何不抄印于后宫，让嫔妃们多加习读？再过几日是额娘的忌辰，也正好用得上。好，好，这件事情你和永琪一块儿去办。不只是后宫，王宫女眷也该多多知道孝贤皇后的美德。是。臣妾恭迎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为孝贤皇后所做的一切，朕甚是感激。朕看得出来，你是个有心人。臣妾平日里没什么能为皇上分担的，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怎么，不请朕进去坐坐？皇上快请进屋里歇歇吧。请姐姐安，坐吧。姐姐这是在做什么？永基啊，换了新的师傅，学得辛苦，所以我找些艾草给他做一个新的枕头，可以睡得踏实些。还要这样仔细一片一片的查过，掐了枯枝，去了腐坏。姐姐真是一片慈母心。这几日，姐姐很少出门，可知近日宫里新鲜事？什么新鲜事？这几日侍寝，居然一直是婉嫔。婉嫔入宫数十年，从未像现在这般得宠过。很好啊，从前底熬到现在，婉嫔也是不易。婉嫔是不易，可是其中却也有别的缘故。什么缘故？姐姐，你看，这是……这里头都是皇上这几年悼念孝贤皇后的诗文，由婉嫔整理抄录的，集结成册。可是，这不像婉嫔的字迹。婉嫔亲手抄录的。在长春宫跟养心殿各封了一本，现在姐姐手里拿着的是皇上让永琪还有和静公主督办抄印，分发后宫的。除了后宫之外，王宫女眷手里几乎人人一册。孝贤皇后继承将至，婉嫔此举确实追怀孝贤皇后的好法子。也可以安慰皇上思念孝贤皇后之心。皇上自然是圣心大悦，
才有了婉嫔近日来的风光。可是因为这本册子，如今宫中追怀孝贤皇后成风，宫人们事事都拿姐姐跟孝贤皇后做相较，说姐姐不如孝贤皇后。启必心情终不及，旧书旧见久相投。皇上都这般写了，宫里的人如何不会这般说呢？姐姐，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永琪说，这本诗册是婉嫔直接交给和敬公主，由和敬公主再献与皇上的。可是和敬公主生性高傲，她少与庶母来往，又怎么会跟婉嫔走近呢？和敬公主眷念生母，一向不惜我当继后。如今有人如此追怀孝贤皇后，她自然是高兴的。但是婉嫔从来就安分胆小，就算自己抄录了诗册，也未必敢送到和敬公主面前啊。何况这本诗册会令姐姐难堪，婉嫔也不是不知晓。我觉得这不像婉嫔的脾气，倒像是有人利用婉嫔长久不得宠在生事。难道是令妃？奴婢前几日看到婉嫔和令妃一起出入长春宫的。令妃，这倒像是令妃的心性。自从令妃救了庆佑世子之后，就与和敬公主亲近。会不会是令妃在婉嫔还有和敬公主当中穿针引线？娘娘，若真这般，那咱们也不能不提防了。海兰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若是真的，我自会小心。至于婉嫔，我也会找机会去问个清楚。姐姐，其实这些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皇上心里头怎么想姐姐。这些人不过就是利用皇上跟姐姐最近关系冷了，才钻了空子。姐姐，你要不要去跟皇上说个清楚？姐姐，我入宫时，孝贤皇后早已崩逝。孝贤皇后真的如皇上诗文中所言，是难得的贤良女子吗？大约是吧，反正我也没见过，总听说她贤惠节俭，皇上念念不忘。如今的皇后可不比孝贤皇后勤俭自持，仁爱惠孝。若无孝贤皇后将令妃从花房送进了启祥宫当差，她怎会机缘巧合侍奉皇上，成为今日重嫔之首呢？若无孝贤皇后贤德之风，对皇上不出一言违逆，皇上怎会深情难忘呢？庆嫔说话头头是道。若不是孝贤皇后早早崩逝，哪里就轮到当今皇后了？便是轮到她，也不是因为她才德如何出众，只是在浅底中熬出来的资历罢了。庆嫔好见识，那就请把这些话去养心殿跟皇上说吧。这话还用我说？当咱们皇上心里不明白吗？否则怎会有如今这般的情势？皇上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竟敢在这儿红口白舌的瞎说话！瞎说！皇上这都有半年没搭理皇后了吧？御史里又写得这么明白，当咱们都是傻子吗？皇阿玛后宫里的这些货色，一个个鄙薄无聊，闲论长短。这会儿子这些话倒说得不错。妾身弄疼您了。
这几日不知怎的，伤似乎更严重了。别是腹股就要发起来。可妾身看着这红肿好像消了些，发作应该倒不至于，只怕是这几日事务繁重，累着了。无妨，大不了回头找江远兵来看看。妾身还是觉得有些事情小心为好。毕竟现在江太医是皇后娘娘的亲信，现在皇宫到处都在传着皇上哀悼孝贤皇后的诗文册子，连妾身都收到了，所以只怕皇后娘娘如今在宫中的处境也实在是尴尬。你又要跟我说明哲保身那一套，皇娘被人生生拿来和孝贤皇后做比较，已经很难堪了，我怎能让她再难过？妾身知道贝勒爷是看重于皇后娘娘的感情，可贝勒爷也别忘了，这皇后娘娘还有12阿哥这位嫡子呢，所以有些事情还是扣着些分寸为好。什么分寸？这12阿哥为嫡，可您为长，皇上又看重您，所以论起皇位来，论长论贤，您都占优势。您觉得皇后娘娘应该怎么想？你胡说什么？妾身只是为贝勒爷思量。我自幼在皇娘膝下长大，永基如同我亲弟弟一般。你再说这样的话，仔细我赶你出府。妾身不敢了。贝勒爷，妾身还得再冒昧一句，这前程是您自己的，任何人想插手都插手不了，所以您还得先顾着您自己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新师傅如何呀？挺好的。那你要跟着新师傅好好学。额娘放心吧，我能行的。给皇后娘娘和12阿哥请安。都起来吧。额娘，那我先去上课了。去吧。皇后，皇上，来送孩子上学啊？朕一直想着，永基换了师傅，所以朕来看看这师傅教导的如何。多谢皇上为永基费心了。自己的孩子多费些心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永基的程度本就比不上少时的永基。是臣妾教导孩子不如皇上的意，臣妾告退了。如意啊，朕没那个意思。都这么些时日未见了，你还不愿在朕的跟前吗？臣妾知道会让皇上不悦，不如不在皇上眼前，皇上也可以清静些。那日在宝月楼，是朕冒失了，但看到相见那样的情况，这也是一时情急啊。如意，就算朕当时有不妥，都半年了，朕没有去翊坤宫，你就不能来养心殿吗？你要和朕别扭到什么时候？你是皇后，凡事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的性子。孝贤皇后就不会像你这般如此。启禀心情终不及旧书旧见久相投，臣妾这个皇后做的确实不如孝贤皇后。如意啊，朕写的那些诗，并不是说你不好，只是婉嫔有心整理，刚好又逢孝贤皇后的忌辰，朕才让人抄送了，送到宫中以示悼念。
孝贤皇后是皇上的发妻，皇上情深也在情理之中。况且皇上那些诗写的确实动人，臣妾甚至想，若孝贤皇后九泉之下有知，怕也会感慨，这般深厚追念，过生也不枉然。皇后，你锋芒太利了。臣妾自知不足，就先回宫闭门思过。皇后，既然你要静心思过，养着孩子必会分心。永基你也别养了，即日起将永基送到于妃那去。你性子别扭，如何养得好孩子？将永基送到于妃那养着，学学永琪的好处，替朕分忧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真要把12阿哥送到于妃娘娘那儿？本宫固然不舍，可又有什么法子？好在只是送到海兰身边养着，本宫也没什么不放心的，也还有永琪一起看顾着。看来孝贤皇后这把顾剑，真是永远插在皇上和娘娘之间了。这把顾剑一直都在，本宫根本就不在乎。可是把这把剑插入骨血的，却是皇上。咱们能奈皇上何？倒是令妃，除了皇上撑腰，还有和敬公主支持。娘娘，您可不能在和皇上疏远之时，让令妃横行无忌。皇后娘娘万安，皇后娘娘恕罪。你何罪之有？皇后娘娘，臣妾并没有想过要拿孝贤皇后争宠，臣妾只是希望能够为皇上做点事情，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记得后宫还有臣妾这么一个人。可是臣妾万万没有想到，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臣妾该死。本宫明白你的一番情意。如若情谊被人利用，也是可惜的。也许令妃只是可怜臣妾，才帮臣妾出了这个主意。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看自己一眼，看一眼便多一眼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知罪，臣妾对不住您。本宫明白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是宫里难得的好人。但愿你所求都能如愿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日后，臣妾定当尽力偿还。臣妾恭送皇后娘娘。皇帝，今年8月，你还是要巡幸木兰。但此番秋险，蒙古各部、王公都列位其间，几位嫁到蒙古的公主，也都会携额驸前来。儿子知道，所以会带着出身蒙古的嫔妃一同前往。皇后，玉妃、封妃那日禁足，至今有2年了吧？是。这回，玉妃的母族科尔沁部会来人，玉妃的父亲自然会来。若玉妃不在，怕也不便。皇帝要以大局为重。儿子明白。科尔沁部历年与我大清联姻，若因玉妃之过而怠慢了科尔沁，
也不相宜。好。皇后，此次寻衅木兰之事，会由内务府操持。后宫女眷之事，你安排令妃打点吧。臣妾明白。若不是我们主几次三番劝皇上，皇上又怎会念着旧情？不仅解了玉主您的禁足，还允许您去木兰秋显，又留着妃位。是的，我知道，这次真的多亏了令妃姐姐。如今皇后不管事儿，是我们主协理后宫。玉主，您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跟我们主说就是。令妃姐姐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知道妹妹许久未见皇上，那这次安排秋显时，就让你的住处离皇上近一些。妹妹都不知道要怎样感激姐姐好了。忍辱2年，我没有忘记是谁害的我。妹妹啊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。人家有孩子，什么都不怕，而你呢，除了一个当寨桑的父亲，还有什么呢？我是什么都没有，但阿布知道我被别人害成这样，也不会坐视不管。真是羡慕你有个好父亲啊！我先走了，妹妹送你。狩猎多者，朕重重有赏。皇阿玛，请您一马当先。好，出发！恭贺皇上满载而归。皇上今日狩猎，看来收获颇为丰厚啊。是啊，朕今日猎了头熊，熊胆献于皇额娘，熊皮就赏给你做条褥子吧。谢皇上。皇上都已经清点好了。如何？皇上独得1只黑熊，2只狐狸，5阿哥得的是3头鹿，2只野鸡，6阿哥得了2只大雁，2只野兔，11阿哥得了1只兔子，12阿哥射了1头狍子。不错，把猎物抬走，今晚咱们好好尽兴。